敢偷袭我？您身上有条虫，还闹！师傅，真的有条虫啊！我没骗您吧？你还不能杀生啊！这个还算杀生？无漏大师讲的。无漏大师，去练功去！大伙儿接着练。嗨！叫我不要杀生，你又杀生。哦，对，我忘了，是我的错。还是无漏大师说的对呀。对什么？练！力发何处？力发棍身，棍在手，火在心，志在何处？不法自守。施法力。好，你们听我讲，力发于此，伤人不重；棍离心越远，劲力越强。嚯，非死即伤。你们务必要谨记，练功场上步步是道场。再练。志明为什么老是练功这么狠呢？司马燕姑娘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我们在京城已经打听清楚了，贺索王爷准备做大寿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准备混进京城，寻找机会。是。爹。志明，你又发疯了。慧芳，你没事吧？你的拳真厉害呀！不好意思。哎，你还没睡？哎，我来找你啊。找我？我睡不着。徐烨他来了，走。这么晚他还在练功啊！
傅不像在练功啊，好像在发冷。师傅，师傅，您生病了？你们怎么知道？是不是偷看呢？没有，师傅，我们以为您在练功啊。我出来练套拳，把寒气逼出来。哇，这么厉害呀！病了还练得这么棒啊！天儿不早了，睡觉去吧。师傅，我们上山采药给您吃吧。哼，傻小子，我们练武之人一点小病就吃药，那算什么？去睡吧。够啊！不抓紧练功啊！明天的比武能赢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洗澡去了。各位师兄，练完功了？对呀。好极了，好帅呀！还不快去洗澡？哼！走！你们快点吃吧。大家多吃点，我们全防的也得有力有气才行。对，志明啊，你能吃那么多吗？啊，吃多点，我们棍房会更有力气嘛。一个人把馒头全拿走了，其他师兄弟吃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我这是傻瓜，快拿上来给大伙儿吃啊！是，师傅，这个是孝敬您的。师傅，一个馒头10分劲呢。师傅，好吃吧？还不快给大伙儿吃？哎，师兄们，快吃，快吃！来，走，你的，好吃吧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今为拳房与棍房禁忌切磋之日，纯为增进双方弟子练武之兴致。若能夺得场中之比，以1斗米为食，谁能在白布上先写佛字为胜。复方须替本寺挑水15天，若在时限之内均无法完成，则为和各挑水10天。大家准备。
兄承让了。惭愧惭愧，师傅，都是这个笔着了魔。你才着了魔。师傅。赵薇，法人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司马懿来信，他已经上京城了。上京城？什么事？就是为了重出掌权的贺索王爷做大寿。我明白了，司马懿太冒险了。他性格太倔强了，他这一去不成功必成仁。法人大师，那我马上把他劫回来。来不及了，赵薇，你马上上京，暗中相助。我希望他能平安的回来。是。师傅，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呢？还晚呢，我差点出不来呀。怎么了？怎么会呢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？全靠我故意输的。你们用飞鸽传书，到底什么事啊？师傅，你有所不知啊！不知什么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。是啊，凭你们那点功夫，能担什么大任呢？师傅，给我出来！哎，这是塔林圣地，你们搞什么鬼？师傅，我们没搞鬼，是为了贺寿。贺寿？你祖宗过生日啊？不是河南提督要挑选精英贺寿团，我们就凭师傅你教的功夫，被选向京城舞狮贺寿。对了，好啊，能上京城放个屁，也能为祖宗争口气吗？还来烦我干嘛？可是师傅啊，我们的功夫还不够啊，所以请师傅你教我们几下绝招啊！是啊，师傅你好，看着啊！锵咚锵咚锵锵锵啊！锵咚锵咚锵锵！哎，给谁贺寿啊？贺索王爷。王爷，是不是退隐多年的贺索？对，这次他重掌大权，全国各地的组团为他贺寿啊！所以我们河南这次也组团去啊！师傅，我已经等了你很久了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要杀！师傅，你要杀我们？我不是杀你们，我还有15天挑水的时间。好，我替你们去。大家继续观赏吧。
提督统领特献高空事务，敬祝王爷福如东海，万寿无疆。好。重重有赏。好，有此长。上！
鞭炮声就吓得你们屁滚尿流。嘿嘿，两位提督大人，你们这次来不是给我来拜寿的吧？奴才是真心来给王爷拜寿的，可是给毛贼混进来了。是啊，混进来？这么说你们两个也是混进来的了？王爷，天主在上，小人是皇上御赐的。奴才，抓不到刺客，要你们的脑袋搬家！奴才该死，该死！这些毛贼是来自南方，谅他们也不会走远。只要四方堵截，全城戒备，一定会把他们。奴才听着，张，给我全城戒严，宁可错杀1000，也不可放走一个。张。小子，你疯了！人都走光了，还压着我干什么？压你怎么？你又不是妞啊！我什么我呀？你这是暗算还是过河拆桥啊？对不起了。对不起，以后啊，你离我远一点，就算对得起我了。我每次碰到你啊，真是倒霉事。倒什么霉啊！胆小鬼！你这么怕死，就不要学我杀鹤索。谁学你啊？我是替天行道，为民除害。好，我跟你同道，但是不搭帮，我们到此为止。站住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从哪来的？哼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你想出卖我啊？我会出卖你！我不跟你说，快走！啊！你们这些南蛮子，恩将仇报，谁受你的恩？别再来了，我不会输给你们南派的，我也不会输给你们北派的。
没什么，只是一点皮外伤。赵兄，谢谢你一路相救。这是法人大师的安排。我叔叔，这次没有杀着老贼，还牺牲那么多兄弟，我真应该死去走地。司马懿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以后一定有机会的。哼，贺所这奸贼还真机警。什么机警？哼，机什么警啊？要不是你挡着我，我早就宰了他了。哼，谁叫你去杀王爷的？我杀王爷要先告诉你们吗？那你还啰嗦什么？不许我说话！别吵了，好汉，我们怎么称呼你？我叫丁玲。丁玲。丁玲，你的名字好奇怪。怪什么？那你叫什么？我叫赵薇，他叫司马。就叫我司马吧。司马。有人来了。哎，真倒霉！我们的货可不能放得太久啊。就是啊，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伙人那么大胆，把王爷府搞个天翻地覆。说的是，现在是往南去的路啊，全都封了。哎，还不知闹到什么时候呢。就是说，喂，快点！糟了，南方的路全封住了，怎么办？跟我走，跟你走。走吧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不是他们，大爷饶命啊！大爷，滚！哎，别去！不要赶我！不要赶我！这个狗官不许赶我！死啊！骂你怎么样？哎呦，怎么打得那么惨呢？你们怎么乱打人呢？啊，你们这些当官的怎么乱打人呢？那怎么行啊？哎，你挡着我的羊了，我们的羊要赶回去吃草呢。上哪去啊？我们回家呀。不行，我们正在抓刺客，任何东西都要检查。哎呦，连羊都要检查呀？好，检查就检查吧，快点检查。检查。快查呀！快点，你们快查呀！拦住！快！快点！臭羊，找死啊！不是啊，是我的羊不听话呀！快停下来！拦住他们！哎呀，我的羊跑了！站住！快停下来呀！哎呦，停不下来了！你们这些当官的把我的羊都给吓跑了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是你自己打走的。哎呀，真是官字两个口啊！你们把我的羊给吓跑了，还冤枉我！我的嫁妆全靠这些羊了，现在羊跑了，我的嫁妆没了，你们得赔我羊啊，赔我羊！不赔我，今天我跟你们没完了！赔我羊，赔我羊！叫什么？赔我羊！我不管你们赔我嫁妆，我没嫁妆我就嫁不出去了，没人要我了，撵走！赔我羊，赔我羊！我不走，我就不走，你们不赔我羊，我就不走，不走，就不走！你们赔我羊啊，赔我羊，赔我嫁妆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真缺德！我的羊！疯丫头，快走，快去走！你来了啊，好险呐！丁玲，你出的馊主意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要我们买那么多的羊，钱都花光了，还要我们好辛苦啊！辛苦不辛苦怎么能顺利过关呢？你真不讲理！哎，讲理的，以后怎么办？以后继续办羊啊？怎么办？总有保安。对了，哼，你办羊，我来赶，你来赶。你眼睛那么大，眉毛那么粗，嘴巴那么宽，你说你像吗？咁你講呢？好，我来赶。你来赶，还可以。哎，不过你的口音不对呀，谁都听得出你是南方人了。哼，你是存心想整我？哎，赵薇，算了吧。哎，饿不饿？饿。饿又怎么样？哪儿有吃的？说你死脑筋就是死脑筋，想办法吗？有你吃的。吃啊！你吃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进去。
要回那边的家呀！杨儿，咱们回家了，走啊！抓紧！哎呦！哇，这个妞好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放开我！杨儿快走啊！杨儿快走啊！你个老色鬼，你还没玩够啊！哎呦！流了很多血。没事，周围怎么办？先到那边等他。
啊，后面有追兵吗？没有。去看看。这屋里没有人。你先进去躲一下，我去接应赵薇。好的。哎，你的伤？我自己来，你快去吧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个追兵呢，原来是个逃兵啊！哼，逃兵，哼，总比半羊在你屁股后头爬好啊！这回啊，算你动对脑筋了。嗯，他呢？他啊，在草屋里啊。哎，等一等。哎呀，没有人追啊，又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我觉得这位司马他好像这个好像没摸过牌。我没有，你乘人之危，对他轻薄。一个女孩子让人摸过，叫她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哎呀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个女孩子，我背着她骑在马上战功。哎呀，占了便宜还装蒜，我怎么会占她的便宜呢？我是个出家人，出家人怎么会大开杀戒？我是为了报杀父母之仇。啊，你父母之仇？是，恶所杀人如麻，人人都可以食其肉，饮其血，杀之而痛快。对，这次失败，下次一定能成功。连连，你在哪儿出家的？我是嵩山少林寺棍僧，志名北少林。哦，都是一家人。一家人？我们是莆田少林寺的俗家弟子，他本来叫司马彦。哎，那你们是不是要赶回南少林？是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走。现在条条路路都被封死了。哎，我们试试走水路。好啊，走。哎，瞧你们俩的样子，跟我来。好，逃得好，居然在你们的眼皮底下一再溜走，这证明他们功夫了得。看起来他们已经安然南下了。我们已经把路全部封锁了。退账！我要把你们全部杀掉！我也是。不知羞耻！我倒要亲自去南方，看看他们是否有3头6臂。备传！炸！两位英雄，请你们不要再吵了，你们辛苦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喂，你脚扭了？没有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司马彦，你这么大了，怎么还戴脚铃？我从小就带上的。从小就戴？是我父母给我的。那你父母呢？哎，还用问吗？父母要在，那就不用报仇了。我这次不单为了报仇，还要找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跟我戴一样脚铃的人。如果是个女的，我们就结为金兰姐妹；要是男的呢？就结为夫妻。那不是指腹为婚？是我父母定的。志明，小河在我心飘过，把悠悠的心事翻成缕缕春波，而河上的我，心随河水飘过，把重重的心事转成浅浅漩涡，团团围着你，好像照亮我。小河流呀流呀流，忘不了
你想趁机？是不是？你们要好心。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谢谢你们替我盖上。不谢，不谢。现在我不冷了，人家不冷了，快拿回去吧。天快亮了，你们早点歇吧。好，你还不走？师傅，你们，别打了！别动手！你们是谁？他是我师傅，他们是我师兄弟。师傅。对，我是嵩山少林寺棍坊主持释人大师。你突然来这儿，就是为了治明，破坏少林戒律，私自下山，方丈怒不可遏，我领发旨，抓他回去。师傅，我这次下山是为了……别说了，我早看出你有报仇之心。志明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何时了？难道我们的血海深仇就让他算了吗？哦，原来你们是同道的。对，我们要杀贺所这奸贼，为父母报仇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莆田少林寺俗家弟子赵薇。司马燕。南少林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去呢？师傅，我们这次行刺失败，被贺所一路追杀到此，弟子想送他们一程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不行，你必须跟我回去。师傅，那他们……你们赶快从水路回莆田吧，走。保重，保重，保重。走。此地不能久留，走吧。走。方丈，阿弥陀佛。佛法三宝在上，本寺僧人世人，管图无方，任其闯祸，责任最重。弟子知罪，愿意受罚。顾念你多年来护寺有功，谨命你带领12名棍僧，以苦行护送无漏大师前往南少林。领发旨。方丈大师，事由我起，责任应由弟子一人承担。志明，你还想去报仇？弟子不是为了报仇，只是谨守少林武术精神，谨抱匡扶正义之心。在佛祖面前还敢狡辩？想当年你娘逃寺托孤，随经3世7正皈依我佛，但你还跳不出3界5行，仇恨之火不灭。这次私自下山，本应逐出山门。唉，念你年幼无知，俗世上无所依靠，罚你面壁3年，以静心垢。方丈大师，阿弥陀佛。走。进去吧。知道了，不就是面壁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快走！3年又怎么样？我怕呀！你说他们有没有道理啊？要我对着这个破壁啊面壁3年？不要碰坏我的画像。哎，这画是你画的？当然是我画的。你画错了。哎，我哪儿画错了？哪儿画错了？不是，哎，你乱画什么？哎呀，你画什么你呀？啊，你，哎，哎呀，
了？你打我！我不是打你，我要打醒方丈。大胆！哎，这是我的练功图。练功？啊，乌龟？对，少林寺有那么好的武功，不能锄强扶弱，不是变成缩头乌龟？哎呀，这是佛光普照，济世为怀呀！因果不分，何来佛光普照？这算是……当然是面目无光。哎，苦海慈航，普度众生啊！这对了吧？哎呦，全淹死了！既不能一杀多生，何以度人？对。大师，你叫我还俗啊？对，你有这么大的志气，应该去还俗啊！不行，我自小在少林寺长大，少林寺就是我的家，我怎么可以离开呢？不行！哎呀，你这个小和尚啊，刚才发了那么大的牢骚，又毁了我多年的心血，老衲还以为你要我给你指点迷津呢。大师，弟子还有一桩心愿未了。哎，不听，什么心不行？这是我指腹为婚的信物。哎呀，和尚怎么可以娶媳妇儿呢？你这段是妄缘。妄缘？善哉，切莫误己误人呐！大师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了，贫僧愿再犯戒，助你偷出寺外。偷出寺外？赶快把事情办好，立刻回来。多谢大师。哎，上面能出去吗？要是出不去，我能面壁9年吗？多谢大师。里为什么还不回来？王爷已经等得发怒了，他再不回来，我们头要杀头。是。快进去。上，慢着！南少林高手如云，我们轻易进去也是自找苦吃。那怎么办？先去报告王爷。怎么样？找到了，报告王爷。少林寺窝囊废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为什么不抓他回来？混账东西！王爷息怒，奴才不敢妄动，因为南少林里面个个都是武艺高强。武艺高强，比我还高呢！哼！勒索着奸贼，寻南路截杀，务必要斩草除根。赵魏，这次你舍命相助，保护了司马家的后裔，老衲感激不尽。大师言重了，小徒虽是俗家弟子，但谨记祖庭遗训，匡扶正义。何况司马晏是巾帼英雄，令人敬佩。赵兄，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夸奖我了。没有夸奖，是真的。你再说，
我就更惭愧了。不，你是当之无愧的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你快到南院去换衣服，免得引起怀疑。是。快去吧。是。眼看风雨就要到少林寺了。二叔，是不是贺所会追到这儿来？是的，我们在这儿会连累南少林遭受劫难。我们快走吧。呢位大师喺邊度嚟㗎？啊，你說什麼？佢講撈松把㗎。我來問你，你從邊度嚟的啊？啊，嵩山少林寺。啊，松高少林寺啊！喂，嵩山少林寺啊，快通知主持啊！你这样打扮进来，是要我们面谢你相助之恩呢，还是对司马懿心怀不轨？司马懿的酒铃，这铃是我的，很狡辩。各位师兄弟，别动手！我跟这位北少林的朋友有点小过节。志明，你如果不把角铃交出来，我叫你离不开南少林。拿去吧，告诉他，这个铃跟他的本是原配的一对，可惜，这铃真是你的吗？你就是他朝夕等待的人。志明，我带你去找他。还是你交给他吧。不，快走！司马懿，司马懿，司马懿！啊，坏了！怎么了？他们走了。他跟那叔叔一定离开南少林了。离开了？那快追！好。糟了，他们来得那么快，又是志明。是人，吴漏大师，方德，都是你不好，太大意了。他是怎么混进来的呀？你是怎么搞的嘛？你真是太糊涂了。都是你不要责备他，都是你不好，快把志明找出来。是，跟我来。怎么办？走。志明，快下来！师傅，快跟我来！别跑！是人。赵为志明为什么会在一起？你知道？快讲。吴楼大师。一定出事了，快找他们！法人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大师，司马懿，司马懿，大师，法人大师，司马懿呢？大师，快去江边救他！大师，大师，快去江边！这是什么船？好像是官船。要杀就杀，没收了。坏了，司马懿给抓到船上了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去救他！船已经走那么远了，你能追得上吗？司马懿在船上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贺所暂时还不会杀他的。那怎么办？
动动脑筋嘛。跟我来。司马懿，你想死，容易得很。老贼，你想怎么样？哼，怎么样？要等我抓到了那2个臭小子，送你们一块上西天。以后，本王爷就不用再牵挂你们了。你想杀那2个南北好汉，做梦去吧！只有他们取你的狗命。闭嘴！哎，你看，我们已经超过船了。有办法了！有什么办法？你看，这段江面很窄，我们可以在江口堵住它。来。哎，这里有很多竹筏。快把竹筏撑开，好好看着他，押进去。杀！上来一个！哎呀！好一个南派妖马！要稳！呀！我这！好呀！我就你嘴硬！啊！呀！司马懿！
王爷，那个臭和尚在下边，把整条船团团围住，我要亲自送他们去见爹娘。我跟他们拼了！赵薇，要报仇，快点上吧！你的北派功夫也不错嘛！一个也跑不了！让开！还想走？从来就没人能在我的剑下逃生！是！上！给我杀！给我杀！王爷，奴才们挡不住啊！快点救兵！送你上西天！王爷，请不了救兵了！骆大师，少林宗旨也是匡扶正义的。对。打得痛快点！
你心惊意乱，夫为见者，窥视之。凤凰涅槃，尚可重生，弃剑吧。休想！阿弥陀佛。志明，赵薇，等等我！多多保重，永远带着，好好照顾他。哎，志明，志明，他走了。他走了。小林，这原配的灵在你这儿。我两位保重了。